哎呀，少爺，你嘆係先得㗎，同我結婚？唉，大家利是啊，我唔結婚㗎。你係揾人家寫信定係睇男仔㗎你？哎呀，你真係你啊！記住啊，我哋梳起咗嘅咧，你千祈唔好亂諗嘢啊，諗歪腦㗎。馬姐呢一個文化咧，其實喺香港咧係好獨有嘅。由戰後50、60年代開始咧，咁順德人啦，尤其是係女人啦，咁佢哋係梳起唔嫁，咁跟住就會落去香港去做馬姐，即係其實就係去啲有錢人度傭工嘅。我想去帶動到一種馬姐佢自己一種堅毅嘅精神，同埋一種忍辱，因為喺我認識嘅馬姐，或者喺我感受到佢哋咧，就係佢哋好多時都會自己自力更生啦，又或者係佢喺嗰個自己艱苦嘅年代裏邊，再加上佢自己選擇嘅路啦，即係佢自己自梳啦，但係佢都可以行到佢自己嘅佢認為係好或者係一個獨特嘅路。咁我覺得呢份堅忍嘅精神，我覺得係即係想傳達俾。暗示是浪人劇場的經典作品，故事圍繞着一位香港馬姐和一位失意青年展開。馬姐是香港的一種獨特文化。上世紀60、70年代，廣東順德等地區大批女子拒絕婚嫁，通過工作走出封閉的家門。但隨着當地撕裂示威，其中有一批人流向了香港等地當女傭，這一批人便被稱為馬姐。劇中的主角便生活在1960年代的香港，而現在這一職業已經漸漸地消失在歷史中。當初去諗暗示呢個戲嘅時候，其實我都係想睇翻同現代人嘅一啲缺失，因為我感覺到而家即係個節奏好快啊，所有嘢都好似好速食啊，或者情感上其實都開始好快啊，但係有冇一啲係可以歷久常新嘅咧？又或者有冇一啲嘅情感係其實佢係由細到大係同你聯繫嘅咧？但係咁樣聯繫唔係純粹只係血緣上，你如果冇血緣上嘅關係，其實係咪都真係冇關係咧？其實係咪可以有關係嘅咧？咁我諗呢樣嘢其實佢既係可以跨時代嘅討論咯。2006年成立的香港浪人劇場，現在是香港藝術發展局3年資助藝術機構，將在明年迎來成立第20週年。自成立以來，浪人劇場一直關注香港本地文化，除了暗示之外，還創作了以港人童年記憶為主題的作品《虎豹別墅》等等。他們將香港故事變成話劇，通過舞台傳播到世界各地。我哋一路都有一個宗旨嘅，就係改編香港文學同埋關注香港文化，通過呢兩樣嘅嘢去創作演出啦。因為我哋本身就係浪人劇場啦，咁就希望可以將啲演出帶到外地或者去內地，即係做唔同嘅文化交流咯。咁我哋其實由成立咗之後咧，都分別去過北京啦、深圳啦、台中、台北、阿根廷、法國嘅阿維隆同埋愛丁堡咯。繼去年在愛丁堡國際藝穗節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後，近日浪人劇場又帶着暗示前往中國江西參與會昌戲劇季，3場演出全部爆滿，大獲好評。每一次成功演出的背後，都離不開浪人劇場對作品精益求精的付出。除了不斷創新過往作品，浪人劇場也不斷地在尋求新的突破，將新的元素融入話劇創作中。我哋好高興嚟緊下半年11月咧，就會同楊輝一位華人好出色嘅木偶大師咧，就同佢合作創作一個新演出。咁係一個咩演出咧？就係改編西西嘅《像是笨蛋》成為木偶劇嘅。點樣呈現人偶同台呢一樣嘢啦？雖然浪人劇場都曾經有一啲演出都有用偶嘅，其實嚟緊虎豹別墅都有偶，咁但係真係去用到偶去到咁精煉咧，咁係第一次。因為阿楊輝本身佢亦都係一個好出色嘅偶師啦，咁我都希望可以喺個偶嘅製作，我哋會重新去設計一個偶啦。咁而呢個偶亦都同我哋個表演者係相似嘅，咁希望可以做到個人同埋個偶都好似係同一個人嘅感覺咯。咁呢個都係我期待呢個新嘅創作裏邊可以見到。